下监，小弟。绿花，看你气色不太好啊！母亲姐姐她，什么啦？姐姐说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多说去。哦，绿花，母亲，这几个月来，看你精神倦怠，是不是身体不适？母亲，女儿没有病。万生没有病，陈言，夫人，快去请医生来请二小姐治病。是，不，母亲，女儿不愿看病，会怕歇息片刻病人好的。慢，你有什么心思，把这陈少与我讲来？为娘可是古来之人，你可千万不要忘我啊！母亲，不想孩儿对不起母亲，对不起弟弟。难道你真的做了大逆不道之事？杜绝了！小姐，
去。
类似开花，去奋斗时，杀掠节制，花去死。大小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嘛？你心里明白啊？他，莫非在指我？哎呀呀，大小姐！生过于子，不可勉强。遇到事，得人真是且真人。先生既然对妹妹，哎，大小姐你怎么为妹妹高兴？哎呀，大小姐有生绝非千不自卑，只要你嘛。哎呀，你快，越发的不像话了啊！大小姐，哎呀，大小姐不好了，老有魏先生即将就要回来，老夫在那里交代，急得嘴腿无路，两的二小姐都有家法。哎呀，他孕在身，万一陈爷，你快进入寝，水下留情，我即刻就来。你快来呀！张先生，妹妹危在旦夕，眼下救生要紧。对，眼前比利是小举身是的，府中都是女流之辈，谁来相救于他？只有先生，你，我对，我是他的先生，怎能见死不救呀？看来妹妹已无路可走，只有拜托先生你了。好，你看我能做些什么？啥要保得母子平安，只有请你带妹妹回家去
我们母女早晚一生。也罢，不如我们一同去世，一同去世，一同去世。母亲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我死了吧！二小姐，二小姐，老夫人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一同去世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你还是娘我，娘我陪二小姐到乡下暂避一人。自看小女无归，与你何关？哎呀呀，母女之人啊！是你，母亲，我是死了吧？二小姐，老夫人，你还是让我带他